6月26日晚，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歡迎晚宴於旅遊塔舉行。行政長官岑浩輝致辭時表示，APEC 旅遊部長會議時隔12年再度落戶澳門，意義重大。APEC 旅遊部長會議自2014年之後，時隔12年再度落戶澳門，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。澳門特區政府非常榮幸能再次承辦這一國際盛事，這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的高度信任與堅實支持。本屆會議以數據創新、合作賦能與旅遊助力亞太命運共同體建設為主題，緊扣全球數字化轉型的趨勢。我深信各位部長和代表定能透過本次會議集思廣益，發表真知灼見，促進互利共贏，共同擘畫亞太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新藍圖。亞太經合組織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將於6月27日喺中葡綜合體舉行。亞太經合組織21個成員經濟體嘅代表將齊聚本澳，就旅遊合作深入交流。